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14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驻宜丰社的议员登记平台，昨昏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会使去登记。到昨昏尾暗为止，总登记人数有4852500多人，选美主莫德纳比例上悬，超过60%。敢若选 AZ 的人大约1.3%尔。下午1点的数字啊，那已经就是单勾 AZ 的，已经是超过130万人。自13开始开放18岁以上的民众登记驻有丰社。下昼的记者会，行政院政务委员邓宏讲，有130万人只敢若选 AZ 有丰社。到尾暗，指挥中心紧急改正实际人数是63310人，占总登记人数1.3%，来回就差20倍。指挥中心发言人讲，因为后台计算错误，将会以新公布的数字为主。到13下晝5点，第三批愿意驻丰社的人数4852553人，只敢若愿意驻莫德纳的比例上悬，有3098106人，差不多60%。两种拢愿意自费有1691137人，占34.85%。因为他现在只是问的是一个意愿，你意愿打哪一种疫苗，所以我觉得就是2剂都先选，那看政府到时候安排到，可能会让我先打哪一种。收到简讯的通知，想要有效驻有丰社的民众，到药房希望有需的人到3天有效自的时间。政府自13开始，以简讯通知符合资格50岁以上的民众，还有18岁以上第9类的民众，有效驻有丰社。除了线顶有效以外，也当到药房、超商或者是卫生单位查健保卡有效。我想说，就先来那个排队，然后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先打到疫苗，也比较安心一点。号召是针对到现在还有继续在贩售实名制口罩的药局，好，所以这些药局还有4000多家，还有80%的药，这其中的80%还是有意愿继续，就是除了实名制继续贩售以外，还是会来协助做一个这个意愿登记。党方强调，所落来3礼拜拢是做 AZ。只敢若选莫德纳的民众，伫这边无伫咧名单内，所以若是愿意，会当伫咧第3遍的登记期间修改选项。若是只敢若选 AZ， 就会排伫咧第3批的名单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宜丰社甲搭不时拢传出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无自杀死亡的案例，有送去解剖，目前计共有87例。指挥中心冇公布相关的数字。伫死亡的个案当中，有63例甲慢性病有关系，5例是去砸到无气死亡，2例是颔骨骨折，有1例是呼吸道去踢到。有6例亲像是肺炎死亡，有2例是泌尿道的感染，其他也有气管有物件，也有脑后发炎、胃破空、消化道出血、胆道、妇人感染等等，拢无发现甲驻宜丰社有直接关系的案例。来关心台积电甲鸿海永龄基金会拢有买到500万栋 BNT 的宜丰社，要捐予咱政府。有人是批评讲政府大兴所盖，即马买成功啊，说出来挂掉啊买。另外嘛传出，伫买卖过程中，上海的学生想要来讨咱台湾人的医疗记录，尾啊都无成。那日本即马阁打算要送予咱台湾100万栋的 AZ 宜丰社，按说明仔就会送到位。日本连续2摆无偿提供台湾 AZ 疫苗，拢总237万栋了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早起阁宣布，阁捐100万栋 AZ 疫苗予台湾。インドネシア、ベトナムおよび台湾に100万回分ずつ追加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これらのワクチンは15日に各国地域に輸送する予定であります。助理代表谢中庭随即伫面册发文感谢，也表示这批货97万栋12日已经为工厂运出，准备10前往验货。外交部甲指挥中心也表达感谢。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日本政府前后3批来捐赠这疫苗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赶快能够建立我们的提高我们的施打率。日本阁送 AZ 疫苗，加上台积电、鸿海甲永龄合买的1000万栋 BNT 疫苗，有希望大大提升台湾疫苗的覆盖率。只是台积电、鸿海签约买疫苗过程部分人士质疑政府卡关，事后抢攻。路透社更加报道，上海学生捌一度伫合约要求处理台湾民众医疗记录，因为公私合作
我们政府的团队协力，大家一起克服好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整件事情过程中，政府最坚持的就是一定要合法、安全、有效。我们做到了，我们守住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28个本土病例，阁有6个人死亡。针对注意风险的部分，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照目前注意风险的速度，要达到25趴的注射率，应该唔免等到8月中。国内新冠疫情长号13新增加28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15例上侪，国内是台北市9例，通市2例，苗栗县甲台中市各1例。我们现在解除隔离的百分比大概84.7%，好，那案件数今天大概需要在调查的案件数会比较多一点点哈，那不过也都是在这个30以下这个范围之内。另外，原来新增加6例死亡病例，年纪是60多岁至80多岁，确诊日是伫5月16至6月19，死亡日是伫7月74至7月12。其中案487也甲案5122，拢伫解除隔离了后，因为心肌梗塞死亡。目前国内确诊拢伫20-30例左右，也互外界关心，所来台湾是毋是可能拢维持伫这种情形？想要拢无案例，是毋是无法度啊？我们不用这么的悲观了哈，我们一起努力哈。那我相信哈，一定会把这疫情控制住的。照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12全台湾有22.3万多人注过疫苗。进前总统蔡英文宣布7月底疫苗覆盖率要达到25%。不过外界认为讲，伊即马注射速度都要听候到8月中才有法度达成。对这代志，指挥中心是讲，目前注第一剂的已经达到15.9%。连做数来，莫看干那注第一剂的人数，是将1、2剂注射的数字加起来了后，拄全体人口比来估算，也就是方便伫国际比较的基础甲人口计算，数据都是16.27%，所以达成应该无需要听候到8月中。因为我们现在第2剂打得很少哈，所以这数目就会很接近。那至于说要达到25%哈，我们认为不会到8月中那么久。若是外传疫苗注正手防心肌炎这个讲法，指挥中心是讲，新冠疫苗是继续注射，目前注完莫德纳，敢若少数人会得到心肌炎，而且以少年男性较侪，是真罕见的副作用，甲注倒一支手骨无牵连，这应该无科学证据。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透早6点52分发生规模5.2的地震，深度是5.9公里。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县的吉安乡，上大震度是伫花莲县5级偏弱，每夜阁发生15届以上的地震尾。这场地震，花莲上大震度是5级偏弱，南投、宜兰、台中拢是3级，台东、桃园、新竹、苗栗、云林、彰化甲新北拢是2级。这场地震发生了后，花莲又阁发生10多件有感觉的地震尾，因为伫花莲是真海真摇，花莲的市区光复街嘛传出有枪过放气，相关单位咧询讲花莲的大路甲山路敢有安怎？关心天气的消息，来看今仔日甲明仔各地水气拢有变较济，嘛可能会落地渐雨。咱来看云图。今日甲明仔这2天是透偏东风，有一寡水汽，规个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有局部地渐阵雨。中南部的沿海皮湖早起嘛有局部地渐雨，落雨时间会变较济，嘛变较长，范围嘛会变较宽。因为太平洋的高压提起啊，所以各地过到了后西北风会较明显，尤其是山区雨嘛较粗，爱细致短时间的强降雨，但雷公也有强阵风。温度的方面，伫无落雨的时会较暗有热，各地高温大约是32度至35度。台北本地、宜兰、花莲、台东甲屏东高温是有机会会当升到36度。天气遮热，咱全台湾的用电量伫昨昏又搁创下有史以来新高。台电是表示，天气小热加上防疫，大家拢伫厝内吹冷气。下晡3点左右，用电量是升到3859万千瓦，备选用量是到黄灯，所以呼吁民众爱省电，才袂跳电。南投市美丽风景，有人趁到小可解放的第一天开车出去吹风，也毋过因为天气实在伤热，只会当闭伫车内吹冷气。今天天气真的有够热的，然后出门都要开车出门，然后冷气都调到最强这样子。户外天气小热，室内温度也真热，有人将厝内电风扇拍开直接吹，也有人开冷气降温，甚至有人冷气一开就是规工。今天热不热？
很热啊，只能待在家里一直吹冷气。电风扇的冷气都一直开，不然真的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个汗一直在流。因为天气出日头烧热，加上疫情关系，多数民众继续伫厝上班，连带全台用电量各创新高纪录。根据台电统计，拜一12尖峰用电量是3821.2万千瓦，相比到拜23下到2.59分，用电量更加达到3959万千瓦，各创历史新高用电量，也跑破今年7月以来单日用电量第一，高度去供电接力的黄顶。明后天应该用电的尖峰还是会持续，所以台电公司还是预请各界还是要节约用电。台电强调，关细收、大收机组已经陆续归队，民营新增电源再生能源，也继续并帮家己供电行列。台电会拍拼确保供电稳定，呼吁民众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冷气温度设定伫26至28度之间，同时避免伫用电尖峰时段，逐工下昼2点到8点，使用洗衫机、烘豆机等大型较了电的家电，以舒缓用电尖峰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昨昏是未解封小可放电的头一天。中华职棒3幕开学比赛，伫台南甲云林2个所在拢有讲球，虽讲并无观众，也毋过球员拢真期待，所以嘛是真拼势，同款真精彩。一堆家长啊，哀鸿遍野。来看一下这一棒，梁可把球带到了右外野方向，李丽还在对这个球最后后绕。同一赛的林兰可甲球降到正边外野的红果人墙外口，用杨春炮庆祝中华职棒恢复比赛。13是过来未解封第一天，现赛要甲2个月中华职棒也恢复比赛。统计伫咧台南球场对乐天，第6局用安打串联攻势。哇，这一球还是有办法用棒头敲到球，形成一支巧安。哦，林岱安在得点圈有人的时候，啊，真的是鬼啊！是。赛队伫咧这个半局阁摕2分，4比0领先。不过乐天是拢无发挥，一直到第7局才攻出第1记安打，最后统一赛8比1赢球，摕到复赛了第1胜。也若比专家富邦是伫咧云林的斗六对决，要按云林落大雨，比赛下要到1点钟才开始。这一棒打在了左半边，飞行率相当深远，落在了红头区。郭国辉受伤了，转来比赛，攻出伊个人伫咧中一个第700记安打，一直拢落后的富邦悍将，一直到第8局下半局才一边摕7分，最后是9比5逆转胜。中职并联赛球员教练拢等真久啊，防疫措施也做甲真周全，毋但是球员、工作人员，拢爱先做快筛才当入场。伫比赛前，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个中职会长蔡其昌也拢接受体检，就是要确保比赛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昨是小可放练解除封锁的头一天，真侪景点嘛拢开始出现民众，亲像是合花山的舞岭，昨早就民众去行打，结果嘛发现讲有人无挂喙罨，阁有人甲停车场当作家己的灶骹，伫煮物件。虽讲小可放练出门会使去看风景啊，也毋过嘛是爱遵守防疫规定。未解封的头一天，民众赶紧出来行行咧。合欢山的舞岭顶已经封起来真久，即马总算解除管制。不过未解封并不是解除3级警戒，所有民众已经把喙罨摕落来翕相。刚刚为什么你拍照的时候口罩拿下来？不好意思。现在还是3级警戒啊！不好意思。你们这样子已经有违规的现象。有民众徛伫真危险的所在，甚至伫停车场煮物件，这是拢无防批准的。因为也伫咧防疫期间，关警平台上侪限制18个人，舞岭停车场嘛限制停车间内当4成半尔。也若热人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三拿溪，订房率已经超过3成。减少住宿的人口拥挤，所以我们每天住宿率维持到差不多2成到达3成。超过3成的话，我们就不接受预防订约。三拿溪采取逐工2000人预约的制度，头一天差不多有300个人入园，大部分是北部的游客。有不少民众想要去溪头佚佗，因为无大清注文，到现场所发现袂当入去。很失望，对不对？我咧做助攻，做到条天，要来轻松点。这些住客在园区游园还是要遵守相关的防疫的规定。溪头园区表示，目前敢若开放予注文带名的游客。原底有360间房间，目前暂时敢若开放80间，就是要减少群聚的风险。另外，澳万大森林游乐园区内底15间客房，未解封开始的连续1礼拜，拢已经封注文了。也若高雄嘛有导游组团要爬茶山，除了爱挂喙罨以外，嘛要保持社交距离。
疫情当中也不适合大量，因为我们会疫情当中的时候，有时候带都是20到30个人，那现在只能8个人。送船的包括导游，这个爬山团敢若有8个人，有符合指挥中心9个人以下才会当出团的规定。即马总算是等着被解封，不过也是呼吁民众都要遵守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第3开始，运动中心、健身房卖当开放营运，亲像是伫台北市的台东运动中心是暂时开放羽毛球场，也有健身房尔。那一般连锁健身房嘛爱做人数的管制，器材爱接消毒，教练嘛爱定期做快筛。天门慢慢的升起来，下昼暗暝2点，台东区运动中心先开放民众进入排队。这是台北市12区运动中心第一个恢复营运的，有不少民众提前来讲翕甲强买鞋啊。已经关在家里很久了，全身都已经很不舒服了，这样子。对。目前没有居家防疫跟发烧、喉咙痛吧，变不舒服。好。除了基本的挂嘴、按钮、体温消毒、加实验制，进入中心了后，每4平方公尺上最1人为原则。单一空间无超过20人，只开放健身、游泳、倒羽球等5种设施。羽球才会当单打，营业时间搁较缩短，为早起6点，然后到下昼2点。业者表示，已经准备1礼拜试营运2天，希望将防疫做到上好。我们其实是蛮期待可以尽快开馆。其实员工已经2个月没有回来上班了，所以他们回来上班至少有薪水可以领，生活可以正常。即摆小可解封，运动中心甲健身房，设来容留人数爱降到25%。连锁健身房也欢喜看到会当重新营业，器材消毒无断，运动器材也爱隔离使用，确保社交距离，而且袂当滥咧用，用完消毒了后才会当换后一位。多少还是会担心啊，对吧？但是避开人潮，对。所以特别选早上这样。对啊，对啊。健身教练是青装备上去，挂好喙暗面搭，恢复上班爱先快筛，刷落来每7天快筛1摆。指导会员袂当肢体有吸到。更加爱确保会员专程将喙暗挂好势。那如果他不配合，会强制他离场？原则上是会。比较适来运动中心、健身房开始动起来。台北市河滨篮球场还未解封，场地上依然有封锁线，篮筐更加是规个封死。若弄入去拍球会犯法。北市运动中心13只有台东区营运，其他运动中心甲北市网球中心是伫16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的电影院昨昏是甲条件开放，昨昏花花啊无啥人，有民众即马是甲烦恼讲，伫暗暝末的电影院内底，若是有人偷偷甲喙暗摕落来，要安怎？业者是表示，总讲有人去检举，就一定会处理。电影院员工伫防疫面查，伫个影城外的自动卖票机7周前，小可解封的头一天，当外面2个月无看电影人，抢头香进场看影城恢复营运的头一场剧情片。戴口罩就好了，因为我想很久没来看电影。电影院小可解封，要求看电影人必须专程挂喙暗，室内户外听校区拢禁止食物件。不过，若是拄到民众无守规矩，要安怎咧？其实你如果偷偷拉下口罩，可能你的隔壁的邻居会来检举你啦。所以可能我们的服务人员也会被通报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才会进来稍微关切一下。伫每一场电影结束了后，拢有专人专场大消毒。不过小可解封的头一天拄到上班日，而且采取梅花座，每一场的人数上最是100人，佮加上共同的芯片，14才开始。业者也坦白讲，拄要恢复营业，票房也无好。毕竟今天上映的作品呢，都是前一阵子上映过的电影，还有包括在5月14号那一周上映的一些新片跟之前的旧片，所以原本大家就已经预期今天就算有上映的影片，其实销售的状况它并不会很好啦。到下晡，台北市关团局前往稽查了解业者防疫的做法。今天要开的，我们一定要收到他们的自我检核表，才会让他们开。目前各县市政府对于电影院小可解封做法无同。新北市政府是认为电影院是属有室内群聚空间，所以辖区内15间电影院也是维持停业。通知是预定会听候到3级警戒期限7月26过了后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真侪展览馆伫昨昏嘛重新开放民众参观，大部分拢爱先伫线顶登记，而且有限制名额。亲像是故宫，还有美术馆，拢有几个时段有名额，而且真抢市。囡仔甲妈妈做伙来看展览，国立故宫瀑布机因为疫情，
自5月中开始封管，这个13未解封，开始对外开放。照中央的规定，每一个时段开放100个人入场，活动式爱接触的展览区也是无开放。高雄这边是用预约的方式，一天开放2个时段。虽然真侪人上班有叫，但不因为展览区真宽，看起来人无多。那每一个时段大概是3个小时，上午呢是从9点到12点，那下午是从2点到5点。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明天的下午全部都额满了。那早上也大概也只剩下个位数。台北市的展览馆像中正纪念堂、卫兵高捷重新开放民众有约来看，一天分做4个时段，每一个时段有90几个名额。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唔免有叫，第一天无啥人，一到才差不多20几个人尔。台北市立美术馆分做2个时段，一开放有叫，所有时段就拢差不多满啦。因为我们还是人流管制的，所以有预约的比较安全，比较确保说你去的时候不会被挡在外面。因为如果人太多，我们还是要挡了。郭文丽讲，希望大家拢会当先有叫，因为实验制，所以共一个出入口。基本的防体温、消毒、挂水啊，拢爱做甲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总会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资深的民事法官是表示，厝边隔壁冤家有纠纷，严重甲爱上法院拍官司，看起来是以漏水的纠纷上济。第二是噪音伤吵，第三是有臭味、臭面膜的问题。这3类伫全国各地头的法院，逐年拢爱受理6000多件。来看《中国时报》，日本公布2021年防卫白皮书，头一届甲台湾的经济甲日本的安全绑做伙。日本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嘛甲过去上大无同，就是头一届甲咱台湾对中国抽调，解放去美中关系内底做讨论。来看《联合报》。110学年高中免试入学伫昨昏放榜，教育部是表示，今年有17,7840个名额，录取13,4072个人，也阁有4,3700个名额无填，录取率是99.15%，创下新高。免试入学考调学生，统一伫明仔7月15爱去考调学校办理报到。来关心 WHO 是建议无共抢排的预防针，但是蓝粒子是有危险的。咱国内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咱国内还未做出上尾决定，会参考科学证据才去讲。Delta 病毒伫全球各地是传了真强，疫情是哪来哪食力。部分的国家提出疫苗蓝粒子的方式，不过 WHO 的专家建议讲，无共牌子的疫苗唔通蓝粒子，因为这是有危险的趋势，因为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欠缺相关的资料甲证据。So it's a little bit of a dangerous trend here, where people are we're in a data-free, evidence-free zone as far as a mix and match. There is limited data on mix and match. There are studies going on. We need to wait for that, and maybe it will be a very good approach. It will be a chaotic situation in countries if citizens start, deciding when and who they should be taking a second or a third or a fourth dose. WHO 的专家嘛提醒，疫苗蓝粒子恐惊会造成混乱的情形。因为台湾目前敢若有 AZ 甲莫德纳疫苗，国内感染科的专家认为讲，目前 AZ 甲 BNT 疫苗是较有蓝粒子的数据，因为其他的科学证据拢还无够。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有看到一寡研究，甲部分的国家示范蓝粒子，嘛会参考 WHO 的讲法。不过，敢会开放疫苗蓝粒子，目前未随做决定。都不急着在这个时候就马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还是要把这科学证据能够看得更清楚。那当然 WHO 的建议，我们也会列在我们的思考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说混打疫苗大概就只有 AG 跟 BNT 是有一点研究的根据，那其他的疫苗之间的混打我们都不建议。目前台湾对疫苗蓝粒子的方式也无结论。泰国政府12日宣布，会甲第一档注中国科兴疫苗的民众，第二档注英国 AZ 疫苗，这嘛是全球头一个公开宣布甲中国甲西方的疫苗蓝粒子的政策。泰国公共卫生部表示，疫苗蓝粒子是为了要提高对 Delta 病毒的保护力，而且强化民众的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88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0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新增加29例，目前咧台湾是15302例。中国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521万例，伫法国超过588万例。镜头来以色列最近这几礼拜新的确诊病例持续咧增加，因的政府已经宣布讲要针对特殊的风险族群，要求爱做第3档预防针。病院内面有10几个病人等咧被注射，因是全世界伫咧做预防针的人类超前部署，因拢是特殊风险族群，做的是第3期预防针。I live very good, and the vaccine give me a chance to continue and be healthy. 卡纳西克4年前换过心脏，符合以色列上新的注射规定。We are starting the third vaccination. We have evidence from a very dedicated study that the adverse effects are minimal at the heart transplant populations. 以色列做第3期预防针应该变做大家参考，尤其辉瑞提出对家做第3期预防针，和世界各国开始讨论是毋是有必要。以色列甲辉瑞 BNT 是采取疫苗组成交换合作的模式。不过最近这几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拢超过500例，虽然做2剂会让避免重症或者是大院有93%的防护力，不过防止感染的效果只敢若64%。גבוהים מהבחינה הזאת של חולים קשים כמו שהיו הגלים הקודמים, אבל זה כמובן מחייב מעקב, ובמידת הצורך באמת מסכן את המערכת, נצטרך לנקוט בצעדים נוספים. 原本顶个月一个正欢喜会当重返正常生活以色列。930万的人口内面有超过61%至少做过1剂，56%做过2剂，会当讲是全世界做预防针的模范。不过变种病毒 Delta 疫情扩大，互当局改变策略，先是推动全国青少年做预防针，再来是提70万剂要降级的疫苗，甲南韩交换秋天会摕到的未来疫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荷兰进前解除封锁了后，想袂到病例数是直头加悬。当地政府赶紧宣布讲，要搁缩安防疫措施甲防疫限制。伊个总理甚至搁公开向民众回息咧。世界卫生组织嘛表示讲，即马全世界死亡人数又搁抢悬，而且Delta变种病毒真紧就会成做全世界上较主要的病毒株。荷兰6月26解封以后，确诊数增加，7月初10，但是更加是突破万人确诊。政府政策大转变，宣布重新收束防疫规范，包括关掉舞厅甲夜店，限制餐厅甲旅馆的营业时间，而且人客需要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等。总理李德12讲，进前大量放零防疫是错误决定，佮为这回事咧。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依据传染率的Delta渐重大惊，确诊者大多数是少年人，或者在其他年龄层确诊者并无明显增加，传染率也无快速升悬。目前荷兰已经有8成人口至少注1档的疫苗。It's a shame because everybody expected to have like an open summer with a lot of activities. 伫西班牙部分病院开放24点钟做疫苗服务，得到少年族群喜喜，因使着报名时段前拢排队，以求过程会当较紧较顺畅。西班牙同款Delta侵袭，地区无做疫苗民众确诊数快速升悬，不过传染率甲死亡率也算相对稳定。泰国一间庙宇为新冠心魔者免费举行丧礼，不过因最近接触的案件却哪来哪侪，业务大家强迫减袂落去。因为最近泰国Delta侵袭，疫情真紧升悬，4月以来的确诊占总数9成，死亡数更加是占95%。政府针对万国甲4科会用1年以来上强的防疫措施。Delta is now in more than 104 countries, and we expect it to soon be the dominant COVID-19 strain circulating worldwide.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12指出，随着Delta变种病毒渐渐加速主流，全球死亡人数再度升悬。不过部分国家连医护人员拢无法度注到疫苗，呼吁许多国家唔通阁抢买对家第3档的疫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镜头来南韩，南韩首尔的首都圈这2礼拜拢是4级封锁，希望健身房会当照开，也阁爱遵守指引。亲像慢跑机限制时速6公里以下，那音乐要跳舞嘛袂使放的节奏伤紧的歌，就惊民众伤喘流汗会烧话。运动民众挂喙暗连走机中间加透明隔板，防护措施做甲正顶真。因为目前南韩面临上严重的疫情，连续1礼拜单日确诊超过1000。健身房虽然会使开放，毋过爱遵守政府规定，亲像讲慢跑机限速袂使超过每点钟6公里。另外，护路径袂使对外开放。 템포도 늦추면서 하는 거는 어차피 땀 흘리는 건 똑같은데 이게 맞는 건지 정부가 제대로 된 지침을 내린 건지도 잘 모르겠고. 原本场馆内是放真大声、快节奏的流行歌，即马是放古典乐。政府连放什么歌嘛爱管，只要每点钟速度超过120 bmp 的歌曲都袂使播。韩国男子团体 BTS 真侪首歌，甚至是全世界有名江南 Style 暂时被禁止，安尼就是为了防止流汗喷到别人。 이런 식으로 운동을 하시고 어떻게 하시게 되면 아무래도 회원님들께서도 운동 효과가 이제 많이 반감이 될 수밖에 없기 때문에 센터 입장에서는 어떻게 보면 헬스클럽을 운영하는 본질적인 의미도 많이 희석이 될 수밖에 없고 이렇게 러닝머신 속도를 제한하면서까지 운영하는 이런 규제가 과연 코로나의 확산에 얼마만큼 제약을 걸 수 있는지 사실 그 부분에 대해서 너무 의문이 많이 들고 있습니다. 毋过，这个防疫政策却互民众批评，有人讲这是无够实际，也互总统文在寅亲身甲大家回息哩。 또다시 국민들께 조금 더 참고 견뎌내자고 당부드리게 되어 대단히 송구한 마음 금할 수 없습니다. 무엇보다 희망을 가지기 시작했다가 다시 막막해진 중소상공인들과 자영업자들을 생각하면 무척 마음이 무겁고 가슴이 아픕니다. 入场安检实名认证，看比赛的球迷坐梅花座，保持社交距离。韩国职业棒球赛虽然去年重新开放，予民众入场，只不过即马又若受到疫情的冲击，12传出有5个职棒球员确诊。韩国棒球委员会紧急开会讨论，决议将赛季暂停1个月，球迷都爱听候到8月初10，东京奥运闭幕了后，才当重回球场看比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伊拉克有一间专门咧收肺炎患者病院发生爆炸大火烧，上无造成50个人死亡，也有20个人受伤。位伫伊拉克南部城市纳西利亚的海山高寒病院，12暗发生大火了后，大批消防车甲救护车赶往现场。消防人员进入病院抢救病患，搁拍火，不过院内已经封烧了，场面真凄惨。病院外口也放了真侪罹难者的遗体。 其中除了未赴走出来新冠病患，也包括院内的医疗人员。مأساة يعني ما أقدر أعبر عنها. يبدو أن العراق مكتوب عليه اللوعات، مكتوبة عليه المصائب. 伊拉克的新冠疫情真严重，顶礼拜创下单日9000人确诊的纪录，总确诊数已经突破140万例，超过1.7万人死亡。 12大火发生的时阵，这间才启用3个月有70床病床的隔离病院，收治63名新冠病患。伊拉克官方表示，因为病院的电线小道引起大火，不过当地卫生官员指出，因为病院内放的散热桶先爆炸，才引起大火。消防人员证实，这间病院使用的不是防火的可以烧起来建材，才会致使火势真紧炭烧。目前，这间病院已经停止营运，负责人也被逮捕。 未少家属伫病院外口抗议，不满病院管理不当造成灾祸。这件病院死亡大火已经是伊拉克3个月来第2件。今年4月14日，首都巴格达的一间病院因为散射管爆炸引起大火，造成82人死亡，110人受伤，也凸显伊拉克多年来受到战火摧残，国内医疗体系真脆弱，设备旧。 病院对散射管的安全管理也存在真大欠点。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非前总统祖马洪掠去关，引起支持者的暴动。南非现任的总统昨发表讲话，呼吁民众爱冷静，嘛决定要派军队协助警方去维持秩序。 来关心拜登政府伫今仔日改变商业警示，讲中国伫新疆犯下种族灭绝，还佫违反人道罪，呼吁美国的企业若是无要退出新疆的供应链，可能会真多。
来关心。欧盟表示，欧盟的成员国整体大人预防下注射率已经超过一半。为着要避免变种病毒造成新的疫情，欧盟要提供更较侪预防针予因的成员国。镜头等下，咱国内来关心，目前咱政府也是规定讲预防针袂使蓝列字，也毋过伫高雄出现一个阿伯，伊先做 AZ 的预防针，过2礼拜后又搁去做莫德纳预防针，较憾的是过程中拢无人发现。做完疫苗，民众的健保卡拢会大纸注记。啊，毋过高雄这个76岁长辈的健保卡，一面记 AZ， 另外一面记莫德纳。原来1至6月24到7月初9，注 AZ 加莫德纳疫苗，中敢若人短2礼拜。第一剂接种完，健保卡上面是有贴一张 COVID-19 的贴纸 ，COVID AZ 还有接种时间的贴纸，这么大张在那边，怎么回事？没有人看到。停车了啊，有注过就袂使，这个内底拢写啊。加实讲，老大人6月24做完 AZ， 这个月初接到通知，讲爱做第2剂，才伫7月初9，家己去注射站来注射。迄天医护人员无注意到健保卡有标示 AZ， 问完了后，就替老大人做莫德纳，互因真烦恼，影响到健康。也这个健保卡无同步改新资讯。这样的一个剂量缩短，那一般而言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伤害。类似这样的流程，再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措施。全国有大量的一个接种的数据，资讯需要上传，因此在整个资料传输的过程中，或许会有内阁的情形，目前都是可以在掌握的状态之下。发现民众注无同款疫苗，也甲防指控疫苗注射站无连线作业，无法度更新消息的状况。市政府是回应，病院已经坦白承认有疏失，会持续追踪民众的健康。但是突出健保卡这个资讯差较侪，研判是全国注射率较悬，才会前沿改新的时间。啊，不过伫高雄市部分安怎改新，无明确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新增加28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044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674例，台北市是4693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34例。苗栗548例，嘉南309例，彰化有269例，伫台中是201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6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302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044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镜头来新北昨昏是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毋但有家庭内菌株感染，嘛有做工课烧话案例。针对昨昏小可解除封锁，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昨昏有开放风景区甲日本的户外场所，目前拢无发现有菌株会继续监控。新北市13新增加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个人感染源不明，有2个人感染的管道甲北龙有关系，另外3个人因为工课甲朋友伫台北确诊有关系。另外10指有1个确诊者进前居家隔离，转去工课场了后检验确诊 ，CT 值是37。也那泸州嘛发现做装潢的工人喂互因兜的3个人，而且还佫喂互1个住伫沙丁堡的同事。也那沙丁堡的铁工厂嘛有2个人伫工课场去喂着。另外，还佫有2个人是顺益汽车泰山营业所的员工，去互确诊的人客喂着。所以新北市疫调了后，扩大扩列顺益汽车43个员工，还佫有隔壁工集团顺益公司63个员工，而且要求爱停业2天。不过目前业者是无啥配合。在要求的过程当中，业者有很多的疑虑，业者有很多不太愿意配合的地方，所以我们同时要求7月15号要复业的时候要持PCR 的阴性证明方能进场。新北市13开始未开放，有开放的风景区，或者是登山步道会当入去的人数，甲停车的数量，拢降做是原本的40%。也若休困日，有开设人定仪表板，做分流的预告、警示甲管制。也若风景区附近的店头是无开放伫内底食，或者是试食，嘛袂当哪行哪食。另外，艺文场馆是干那开放室外部分为原则。伫新北泰山甲台北天母往回中心巴士616公车，传出有运将染病。新北市交通局表示，目前已经扣列56个驾驶甲站务人员，其中53个人体检是阴性，另外3个人还佫爱做采检。记者综合报道。
那台北市伫昨昏是新增加9个本土病例，针对预防社部分，市政府按算伫今仔日要启动大型的注射站。一天上济讲会当注14000人。那针对宽南市场的病例，台北市政府是表示，有一个大头家甲因的同事仔这2口数，即马计共有12个人确诊。台北市13增加9例本土个案，连续2天确诊人数伫10例以下。目前北市主要传染路线以市场感染、院内感染甲家户传染为主。宽南市场经过2摆大规模 PCR 体检，找出71例确诊。市场传染之外，也发生严重家户感染，其中1个患难加上同时2间拢总有12人确诊。这是环南市场的一位摊商，然后他们一个家族，其实从他自己的家，然后到他妯娌的家，其实2个家庭加起来，总共已经12位确诊。老三，他的太太是在环南市场补货，然后他们总共有3个子女，然后包括一个媳妇，还有一个外佣，这一家人全部都确诊。15宽南市场也要进行第3摆大规模 PCR 体检，未来进出宽南市场甲北龙第1、第2市场，爱靠悠游卡感应，悠游卡公司会针对大卖市场人员制作会员卡。7月15号开始应该开始测试这个系统了。一开始还是万大市场、滨江市场跟环南市场这3个先开始的。我想将来这个如果成功的话，你知道，整个台北市的那个疫苗护照啦应该会比照办理。10时开始，台北市也要启动恢复精验馆作为大型注射站，设来2000平的大空间，会当开设18条线，每点钟满载注8点钟，一天注射量达到14440人，请大家坐稳来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未解封了后，各地头的公庙若是要开放，是爱先提出防疫计划，由地方政府来审核。台北市的保安局之前有向市政府提出申请，第3载嘛开始对外开放。指挥中心嘛讲，保安局是全国头一个有提出防疫计划通过公庙。早起我要10点刷开倒来做准备。13宗教活动小可解封，台北市大龙帮保安局做好相关的防疫准备，落实正常单一路线，确实让体温甲人流管控，现场抢头香真欢喜。你们是第一组哦，真的啊？根本就要来这样子要来这边对，没有先开放吗？还是？对，知道今天开放，就是要先开完才来的。保安局大声提出有限度开放的申请，也毋过12传出，予台北市长郭文哲按下13早起全国防疫会议了后，才改开放。对这代志，台北市政府讲这是误会。指挥中心也表示，保安局是头一个宗教场所提出防疫计划，而且经过主管机关同意的。其他的宗教场所是暂时也无提出。大部分的宗教场所，他们还是希望配合整体防疫的部分，所以他们就会暂不提出这样的一个有条件开放的申请。台北市民政局是讲，行政局也已经送件申请开放，当地初审，只是即马全国各地庙宇对开放的态度无同。像讲云林西丽福兴宫宣布13开始有条件开放入庙参拜，除了遵守防疫的做法，也甲单一路线以外，场地内人数限制10个人，而且采取一入一出，确保社交距离有够。有送文件去予县政府征收伊的同意，咱才有开放予信徒入去庙内参拜。台中鹿城宫原来有袂少民众参拜，不过目前也是维持伫庙埕，无要互人入去。民众坦白讲有淡薄仔失望。政府的那个公告是说今天就可以进去嘛，只是不能跋杯跟求签，对，但看起来好像还是不行。无查办过，我也袂要紧，只管安尼啦。这新村咱是都请咱下面，大家拜人伫遐可拢共款安尼。台中市民政局是讲，若做开放庙来参拜，必须要拟定防疫计划书。不过，即马也是3级间届期，提出申请的敢若海线一间公庙，目前也搁伫咧等待审核。记者综合报道。小可放凉了后，民众会当出门行打，也毋过拄着出门要食物件要安怎？因为即马只有平湖有甲条件会当开放伫店内食，其他县市拢无。所以游乐园就业者表示讲，因会安排户外食物件所在。若是对团对旅行团出团的游客，是敢若会当登去房间内底食。3级防疫放年头一天，这一团透早为台北出发的国旅团只有4个人，符合8人以下组团规定，车内落实每会座。当客第一站来到基隆看海散步，原本行程要伫和平岛公园野餐，不过观光局规定，园区内袂当饮食，也袂当烫嘴暗。业者伫前一暗紧急招附近的民宿，予旅客食饭。
但用餐不是很方便，我们呢在初期呢也不惜呢这个成本的支出啊，所以呢中午呢我们也换了一种新的创意的形式，帮客人安排了用餐的地方。业者讲，高规格落实防疫，牙关成本无啥物利润。另外有用餐难题，毋那是团客，像关伫要2个月的大型游乐园，透早迎来旅客，也毋过因为全台餐厅拢无开放内容，业者就特别设置户外用餐区，互民众会当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在园区呢也备有户外的用餐区，欢迎大家买了食物之后就到我们户外区来享用。那在户外区这边呢，其实我们也都配合 CDC 的规范，放风一下，好闷很久是不是？对。哦啊，小朋友嘞，就是这阵子有带出去玩吗？没有，就今天是第一天。台中有6项业者规划，消费者只要消费金额达到规定，就开放饭店房间，互旅客到房间食饭。也毋过只限同齐旅游，也是共一个人。影响防疫，无论是带团，还是到观光游乐园。食饭拢无像以前方便，不少民众规去到单纯大饭店，直接伫客房食套餐。旅游业者观察最近饭店订房率有明显升涨，可能在自由行的选择上面，或者是安排上面会更加的弹性。有发现我们的订房的成长其实是有蛮明显的攀升。那对比就是3级警戒比较严峻的时候，那大概有成长了150% 左右。业者分析，国旅市场确实是因为民众翕伤久有淡薄复苏，也毋过今麦全国仍然是3级防疫，阁有用餐等限制，民众出去佚佗也是会有真侪考虑，较袂有国旅大爆发的人潮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小解封夜市卖当做生意啊，到6个人文夜市啊，昨昏就出来摆档。啊，那伫台中有13个夜市啊，嘛有通过市政府的审查，会当做生意。逢甲夜市啊，昨昏就有4成的店头有出来开店。等摆好势，甲食材摕出来，煎鱿鱼甲各种的果汁，逢甲夜市的料理是搁一个芳出来。13夜市未解封，要袂下晡4点，这饭啊都已经拢传好势啊。2个月吃土了，没办法，市政府说不能做，我们就完全不能做啊。我们全家都靠这个吧。买东西也算是有点支持一下摊商，他们也很久没有出来做生意了。台中市府要求夜市啊，若未解封，就要遵守各项的防疫规定，包括禁止伫内底食、试食、哪行哪食，嘛要安排社交距离的宣导员，而且限制出入的人数。新的制度实施的头一天，台中有13个夜市啊有通过审核恢复营业。逢甲观光夜市管委会初步估计，解封的头一天差不多有80个单位做生意，占原地单位的4成。因为疫苗还没打嘛，所以还有一些顾虑。那他们也在观望，所以说在今天的话，我个人估计应该是差不多不到一半啊，或许是接近一半左右的摊商会出来。摊商的部分，每一摊就是变成要有自己的10连制啊。那刚刚提到的说遮罩的一个部分，还是都要去落实。云林下晡有落大雨，不过到人文夜市的饭啊，是完全无要收单意思，因为已经休困真久啊。希望让赶紧做生意，赶紧有收入。有时候在网络会做，就是有一些订单这样子，可是还是比较少了。是，要正常出来做，这样会比较好。云林县府嘛要求夜市啊，都要落实全部包单去食，还有人数的管制等等的规范。另外，大埤夜市啊、仑背夜市啊、甲那内夜市啊是同步恢复营业。咱台湾夜市啊特有的饮食文化，是吸引侪人丁甲钱流。不过，即卖疫情还未结束，大家是千万唔通大意。记者综合报道。建摆向热，基隆的和平岛人拢查。昨昏重新开放，是先用线顶登记才分配入园。虽讲伫园区内底即卖是袂使食物件，而且水池啊嘛拢无开放，不过也是吸引一寡人专工带囡仔去行咧。有2000万年历史的海蚀地形景观，远远看就通看到基隆市。伫咧基隆和平岛公园会当耍水的所在，包括海水游泳池，也个囡仔上介意耍的水池，拢无开放，简单开放沙坡。比预期的少。我们去年的这时候也有来过，是整个停车场是满的，这时间点也是满的，即便外面再热也是满的。这样多久没有游了？2个多月。就是配合啊，我们都会配合啊。会当出来透一下气，民众是拢真欢喜。不过考量防疫，园区无分室内外，拢袂当食物件，简单会当包出去。园区也鼓励民众先伫咧线顶买票，分时段入来。即马个上悬的人数吼是每2点钟控制是伫1400人。
这是规个园区，讲到阮游客中心是控制这个373人安尼。便拿到hiệu热，人山人海的正滨渔港，即卖也无啥人做生意。附近的条景公园、甲八斗仔公园人也真少。虽望即阵小可放冷，毋过民众甲店头要是希望会当真正解除封锁，才通安心出门享受在地好料理。记者民警李孝凯家人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边的世界遗产委员会16个时要开会，要审查新的申请的名单，嘛要提出新的影视旅游的建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甲红场，199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是全国第一个，也好者每年吸引300万游客。不过受新冠疫情影响，红场甲附近克林姆林宫博物馆群，这1年半来拢无观光客。观光收入减少，和本来就无啥够的维护经费搁较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全世界1100万的世界遗产地点，伫疫情期间有9成拢受影响关起，现金收入减少，虽然影响地方的经济，不过也互普隆时受到过度旅游破坏环境一个休喘的机会。随着威尼斯海水变较清，比如天空之城马丘比丘两边关起，真侪野生动物拢走在活动。世界遗产中心也利用封锁期間制定永續觀光發展計劃。Established also a task force on tourism to assist countries to rebuild better, meaning to have a more resilient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除了疫情，珍貴嘅世界文化家族嘅遺產也面臨戰爭、污染、過度開發一寡長期嘅威脅。更加嚴重的是氣候變遷，即馬被列入評為的世界遺產有超過50個，以非洲甲阿拉伯國家上多。世界遺產委員會年度預算只敢若400萬美金。世界遺產的名單已經有1121個，7個大會結束了，有可能再增加45個，經費甲人力正懸。最後有可能造成某一寡嚴重瀕危的遺產無法度受到有效的保護而消失。世界遺產委員會希望194個簽約的國家有更加積極的作為，讓咱的後代子孫會會能看到珍貴的自然甲文化的遺產。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輯。疫情期間，熱門活動冷凍店佇丹麥即馬就音樂學校甲農場的主人替動物舉辦音樂會。農場主人嘛發現講，這個牛陣哦，真捌欣賞音樂，嘛真在享受。大提琴加小提琴最近演奏古典樂曲，優美的琴聲傳遍規座農場。疫情期間，演奏家無法度佇咧表演廳辦音樂會，歸去扭琴互牛聽。So during Corona time, of course, that wasn't always possible, and we moved to the next best thing, which was playing for animals, which started as a little experiment, and of course, the momentum grew. 32歲英國大提琴獨奏家雅各肖行遍世界各地演出，最後佇咧丹麥隆德成立斯堪的納維亞大提琴學校。因為佇隔壁農場的主人也真愛古典樂。所以去年11月開始，小學帶學生逐禮拜去農場扭琴互牛聽。They react differently to different pieces. We played something that was slightly more upbeat, a little bit more modern, and a lot of them didn't like it and they went away. And I think that the type of pieces which is closer to their voice, closer to their mooing, which could be similar actually to a cello, which is why it's so successful with them. They prefer that. 農場的主人參考日本飼和牛的方式，佇咧牛棚放古典樂，甚至請樂團來現場演奏。伊講也唔知影音樂是唔是真正會影響牛肉的品質，也毋過只要音樂家出現，即款牛就會規定換過來。I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was kind of sweet how they really listen also, and yeah, they have some respect for us, and it's also nice to show respect for them coming here and playing for them. 對着規定人扭琴，表演者可能會因為驚扭唔對會緊張，也毋過對動物扭琴是讓真放心享受音樂所帶來趣味。農場的主人講，古典樂會讓予人類放鬆，因為動物是讓感受人類的情緒，透過音樂，人甲動物會讓有更加好的互動。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輯。天氣報道在，社會關心今仔日各地台溫度。
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3度。稍微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